天使应遐个妇人人讲：恁毋免惊，因为我知恁在找顶十字架的耶稣，伊无伫遮，因为伊已经告我照伊所讲的。这是咱三甲的吟诗，星星诗104首。耶稣真正死过我，请兄弟起立。三甲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。咱当看信息的头一面，或者是看导影片，互咱支持三甲来告别，请。你着尽心尽性尽意，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，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群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互你，就是恁着三听，正如我捌听你，你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既然要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咱来交读启英文。你信息的后壁面，咱今日要读的是49篇，也是以赛亚书55章。这是我的课，请兄弟来引。来，喙大的人才有水。来买酒，来买奶。你若着开钱买袂食的下面。恁注意听我讲，就有好面通食。趁找着上主的时，就来找伊。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。
就归允上主伊要怜悯。上主讲：我的想法，毋是恁的想法。天比地较悬偌济，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偌悬。雨甲雪对天降落，无搁倒转。背后野经有经济。对我的喙讲出来的话嘛会安尼。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。你会欢欢喜喜离开。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。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青香青白。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。这是咱三个来祈祷。我是天下爸爸上帝，我感谢你带领保守，你互全世界的疫情受到控制，互阮搁一摆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你上次互阮伫台湾的生活会阮真自由、真方便嘛、真安全的环境，阮要为着这款的福气来大大感谢你。今仔日是你国外的日子。因为你替阮订立时间顶，互阮有顶头生的机会，互阮有永生的愿望，这是阮一世人上大的福气。也感谢你，搁一摆赏赐阮来到教会中间来敬拜你。我要将新的一礼拜完全交托主你的手里，求你来引带祝福，互阮所做所行会当符合你的意思，互你欢喜。行这中间因有事务阻挡，或者是身体软弱，袂当来到阮中间的。也求主即时保守甲因三甲伫地。最后，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摆伫主的面前，求你甲阮三甲做伙，阮来恳求感谢，都是奉耶稣的名来祈祷。阿门。这是咱要请圣歌队为咱来献诗，今仔要献的诗歌有2首，《菩萨那归君王》以及《樱花精神》。梦中。
好，感谢信歌队真好的歌声来回应咱耶稣的国歌。哦，这是咱公守上帝的话。咱今日要看的圣经则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27章，咱要为27章62节读到上煞尾，就是28章15节。好，咱三个来读，请。隔日就是备办节后的一日，遐个祭司头甲法利赛人就集见彼拉多，讲。大人啊，阮记得迄个人要迄人，我地是捌国，3日后我要国外，所以你命令固守迄个墓，到第3日，惊了伊的学生来偷伊去，也是讲伊对死人中国外，安尼就后来的差谬比大生较厉害。彼拉多甲因讲：“恁领兵去，照恁所知影的去固守。”因就去，方石甲士兵来固守迄个墓。安息日头一日，天不光，莫达拉的玛利亚甲别的玛利亚来看迄个墓，忽然被大震动，因为主的天使。对天落来，予伊个石来坐伫顶面。伊个面貌亲像闪示，真像说，固守的人因为惊着摇摇煞，变亲像死。天使应遐个妇人人讲：恁毋免惊，因为我知恁在找个耶稣，伊无伫遮。因为伊已经告我，照伊所讲的，恁来看主所到的所在，也着紧紧去甲伊的学生讲，伊对新人中告我，也要带先恁去加利利，伫遐恁要看见伊，我已经甲恁讲啦。因紧紧离开墓，也惊也大欢喜。行去抱伊的学生，忽然耶稣拄着因讲平安，因进前抱伊的脚拜伊，耶稣就甲因讲：毋免惊，去抱我的兄弟，甲因去加利利，伫遐要看见我。妇人人去的时，固守的兵有的入城，因所经过的事。一尽报互遐个祭司头，因就甲长老组织三甲参详，用济文互兵讲，恁着讲，阮咧困的时，伊的学生暝是来偷去，设使即个代志互总督听见，阮就要劝伊，互恁无事。因摕遐个文，照所教因的去行。这个话就遍传犹太人中到今仔日。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对遮到遐，对遮到遐。下面时间，咱请郑牧师。兄弟大家平安，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，咱三个同心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耶稣已经国话，今仔日阮伫遮三个组织，伫遮要对你的话三个学习。主肯定当互阮伫你的话顶面得到勉励，得到帮助，得到看见即个大欢喜好消息。对主耶稣已经国话，阮伫阮的心肉体各方面所遭有的一切苦难、忧闷，互阮伫遮得到讨办，得到解开。主阮的上帝，今日即时间三个伫地。阮会当伫遮来经验到你国话的大快乐，互阮伫遮得到较大的帮助。但只是阮要对你的话伫遮三个学习，看你特别教阮三个伫地。阮要对你的话三个学习大声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！主已经国话，
遐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组织伫这个所在，咱的心应该爱有大欢喜、大平安。因为咱的主耶稣已经对死国活，当坐伫天父上帝的正边，正伫遐为着咱伫遐咧祈祷代求。伊祈祷咱每一个人，特别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，拢会当照着伊的国活，生出活泼的愿望。咱知影伫这个艰难的世代，咱有时会拄着侪的苦难，总是咱会当倚靠伊的稳定甲信心，每一天会当来过着得胜的生活。今日是国华节，咱新眼光读经本的标题，就是讲对遮到遐。我是相信真正兄弟姊妹看到这个标语，对遮到遐，有时感觉讲真摇疑，这到底是咧讲什么的呢？这到底是咧讲什么呢？简单来讲，就是对好定到伫肯定，对忧伤到伫喜乐，对失望到伫积极，对摇疑到伫坚信，对惊吓到伫勇敢。兄弟姊妹，对遮行到倒落去，对遮要行到遐去，敢有简单嘛？这中间的差别在于转念，在伫你的意念之间想法的改变。咱知影这篇新眼光的读经本的作者，伊一开始就用伊一个朋友的性命故事做例，因为这个朋友，伊认为家己是啥物的？无需要听的人，无需要听的人。为什么伊家己会认为家己无需要听呢？因为伫伊的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伊常常被重要的厝内人、老师甲同学伫安那霸凌，伫遐羞辱，伫安那看轻。虽然知影讲，只要是有囡仔的时，就细汉的时就被看轻，降低伊的身份糟蹋，迄种的痛苦的感觉，互伊内心充满着恐慌惊吓。伊期待当得到学乐，却是被见笑；期待当受接纳，却是被拒绝。不知不觉，伊也用同款的眼光来看待家己，也认同别人对伊的看轻。伊认为家己是一个无价值、无路用、无得配着别人对伊的听的人。所以这种无期待互听的认知，互伊伫伊的心内设落一道的这个防卫墙，就是讲我是无需要听的人。既然无需要听，那呢无人听我，迄是理所当然的。伊就用安尼生伫遐，好像咧保护家己共样，因为无期待，伊就袂去失望，所以先伤害家己，伊就安那，就家己就安那，毋免受人伤害，就免惊受人伤害。请兄弟姊妹，伫你的人生的中间，是毋是也常常被即种类似白贼伫遐来甲你欺骗呢？最近咱有一个姊妹讲，伊讲安那，伊讲伊伫伊的主管讲伊的工作是24点钟的待命，24小时待命。因为安尼生，就每天早起无到7点的时，都要进入办公室，常常无闲到暗时8、9点以后才会当回去。不但日日加班，连做都做袂完的工作，也都要摕转去到家己的厝来做。无加班费，还佫随时要注意主管暗时啊时时会甲赖，无接到第二天会受骂，骂甲真忝。遮尔认真，遮尔努力，提出好的工作报告，佫常常伊的主管退回，爱伊点心做，这互伊的心灵拢受到真大的创伤甲艰苦，真受折磨，也非常的受伤害。牧师只间会当直接讲，
毋通受即个白贼所欺骗。哪有24点钟台面伫遐工作？咱知影人并毋是机器，咱人哪有可能袂休困的？无需要休困的。咱知影劳基法伫遮规定员工的工作时间是几点钟？啊，8点钟足清楚吼。只有伫这8点钟内底，咱认真工作，其无应该加班，就安那，都无应该加班。因为咱加班，为啥会加班？你敢知？为什么要加班？啊，想要赚较侪钱嘛，对无？可能家己的需要，是生活各面的需要，特别加班赚钱。所以咱怎样当将时间拢放伫这个工作顶面的？咱的身躯、咱的家庭，咱拢需要照顾。兄弟姊妹，生活中你是毋是真容易，互一寡假的资讯、假的消息伫遐来欺骗？还是别人即个高度的标准要求你，就爱怎样做？特别到标准，你就伫遐是安那亏损，你互人认为你是无路用的人。如果咱若一直互别人即个白贼甲咱欺骗，也是用别人刻意轻视你的话语，伫遐看你家己，我相信你的活得非常的辛苦，真痛苦，因为你做袂到。所以你的身心灵拢会承受真大的折磨，所以咱在伫遮求上帝帮助咱。伫这个主耶稣国外日子，咱都要对忧伤行到喜乐，对失望行到积极，行到毋忘；对怀疑咧，伫遐行到坚信；对惊吓行到永远。伊对人的目睭，对人的眼光，行到上帝的眼光。对死亡行到这个国外，兄弟姊妹，国外这个意义，都是要让一切受压制的性命得到讨放的自由。因为你的性命就是上帝上大的恩典，上帝非常的疼你，你一定要知影，你家己确实是值得比上帝所疼的人。一定要知影，在上帝目睭中，你是非常的宝贵。上帝为了要疼你，甚至甘愿伫遐来付出伊的性命的代价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主耶稣已经已经突破这个死亡的黑暗关系，伊要带领你我伫遐来出这个黑暗，行入这个光明，行出死亡的悲伤，进入这个国外的性命。所以对咱开始。咱爱伫基督的内面，真侪新创造的人，无搁再互人的眼光、言语，伫遐甲你欺骗、甲限制，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你家己，活出上帝所要互你即个喜乐的人生，水果好的价值。今日要对这段圣经节，搁再一摆来思想，上帝如何帮助咱突破家己的限制。活出这个开阔的生命，对遮到遐，对遮到遐，只加一个转念，咱的想法改变，你的生命就会改变，人生就无可安那，搁共款，不再一样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跟对着国外的主耶稣？对遮到遐嘛，这对失望到伫毋忘，到伫期待；对惊吓到伫勇敢；对死亡到伫国外，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有喜乐，有平安，有价值，有意义的生命。今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，在马太福音27章62节到66节，有记载。这时头甲法利赛人的自我欺骗，当耶稣互人埋葬了后，因的心啊，犹原感觉真不安，所以就去找彼拉多讲大人啊，阮记你迄个卖血人的活地时捌讲，3日后我要国外。兄弟姊妹，耶稣也未像是个以前至少3摆。甲伊的学生讲，伊就去耶路撒冷
对遮的长老祭司头经学士受最的苦，各受害死。第三日安那国话，第三日要国话一句话，耶稣学生好像安那，好像拢袂记哩啊吼。耶稣讲话袂记哩啊，所以当耶稣受掠被钉死的价啊，是安那，大家拢啦，惊甲走了眯起来。总以只会将耶稣钉死的价人，既然还阁会记哩耶稣所讲的话。所以因担心这学生会来偷摕耶稣的信息，所以就要求彼拉多讲，请你命令各守迄个梦到第三日。伊惊了伊学生啦，来偷去，也甲百姓讲，伊对死人中国话，安尼就后来的车庙大成较厉害。咱知影人哦，若伫咧出名的时安那。人如果出名的时候怎样？会不会嫉妒啊？如果他是你不喜欢的，你会不会嫉妒？会不？一定会啊！但你若欢喜的人、介意的人，那你家己的囝若出名的时，你会欢喜无？会欢喜。不过你会甲讲安怎？爱甲安怎？爱甲谦卑的啊！所以咱知影耶稣伫遮出名，上大对因感觉有威胁感的什么人？你敢知？对，即个祭司头甲经学士，即个民间的领导者。所以咱知影，若一人咧徛头的时阵，免讲今仔日咱的圣经在咧讲的，今日政治界也共款。莫讲政治界，有时啊呐，伫你的工作场所共款，对无？你若咧铺头的时，真正想讲伊嘛要爬，啊，结果互你先爬去啊呐，会折倒袂？会啊，若是会折倒，所以咱要先细腻。所以为虾米咱都要学习谦卑？这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伫遮看去祭司头甲经学士，因所伫遮行做甲所讲的话，但是咱伫遮看彼拉多伊的回应，好像真带有讽刺的意思。甲因讲啊，恁着带兵去嘛，兵互恁吼，恁去，恁爱安那爱甲迄个梦安那固守个好势，着尽恁所会当做去行。所以伫遮讲，圣经讲安那，因就去奉召讲呐，率兵来固守迄个梦。现在即咱伫遮来看去人对咱的人生的软弱甲规格，总是上帝能力赢过人的规格，因为有请的罗马兵丁伫遮严守固守的坟墓，也互耶稣的国话提供了拢无通摇疑的证据。伊学生根本就无可能会当对因的手中偷摕走耶稣的心思，所以当这个黑暗暝过去，日光搁临到大地的时，耶稣真正对死国话，坟墓挡袂牢国话的性命，所以天使直接来宣告耶稣国话的好消息。圣经伫遮记载讲，安息日后7日的头一日，天曝光。抹大了的玛利亚甲别个玛利亚来要看迄个梦，遐真正听耶稣的福音人，因买香膏要来膏抹耶稣的心思，因为因认定耶稣已经安那已经死啊，是一个死人，所以需要用香膏来膏抹伊，好伊身躯袂遐尼紧安那来休暖。遐姊妹，虽然主耶稣伫人生最后一日，最后日子，每一摆提到伊要被钉死的价时，总是会讲伊要对死国话，总是伫遮所讲的话，既然无人会当明白耶稣所讲即个国话的意思，开始伫人眼啊头壳内面，人的思想内面，讲一人死要国话，你要相信无？你若无即个经验，对古早甲今，你若无即个经验，毋捌看过、捌听过，无迄个经验，你敢要相信？我相信真侪人无法度相信，即个国话的意思。所以，这两个福音人甲基有即个门徒拢共款，也做耶稣所讲的国话，对圣经所记载末期到末日来的时的国话。所以，因看在伫以后将来的代志，并毋是伫现在。也因为安尼，
因的心内充满着侪惊吓甲忧愁，因非常的疼耶稣，要求就是只要来鼓舞耶稣的心思，所以因只敢想讲要来看坟墓中的死人，因根本无想到讲坟墓中已经无即个心思，因为耶稣已经国活。所以圣经底下记载讲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主的天使对天落来，割开迄块石，来坐伫顶面。伊的面貌亲像死人，衫白亲像雪。个少的人因为惊吓，就摇摇喘，变亲像死。忽然地大震动，这是天影响地。因为天使风车剑对天落来，将这个石头割开，坐伫顶面。其实咱知影天使任务，毋是要来割开这个挡伫墓门的这个石头，互耶稣对坟墓中出来。你是要人看见坟墓内面已经是空的，因为天使来进前，耶稣就已经国活。离开这个墓，这天使将这个石头割开在顶面，只甲想要将这个空的坟墓，只是互人看而已。也系固守这个坟墓的兵，和这个地动天使，甲割开的石行甲袅袅喘，甚至咱像死人共一样。因为耳孔也共阮清楚地听到天使的话讲。天使对妇人人讲：“毋免惊，我知影恁一个敲锤迄个定是伫给耶稣，伊无伫遮，照伊所讲的已经国活。恁来看安坑主的所在。”紧去甲伊学生讲，伊已经对死人中国活，并且伫恁的大省去到加利利，伫遐你要看见伊，看我已经甲恁讲啊。兄姊妹，天使的出现，将固守坟墓的兵丁惊甲袅袅喘。总是天使并无对因讲话，乃是甲妇人人讲话。因为只个来看坟墓的妇人人，因是真正抱着疼耶稣的心情来。因为安尼生天使得意，显然对因来讲安慰甲鼓励话。并且将这个耶稣已经死国活的这个好消息，甲因讲，兄弟姊妹，如果咱也真正疼耶稣，咱的心会直接疼耶稣，咱的主耶稣一定知，伊必定会差派天使来安慰咱，因为疼主离这个忧伤的心灵，并且差派咱去传播好的消息。互遐个共款，因为疼主伫遐咧忧伤的人，互因共款得到安慰甲喜乐。总是如果你若对主耶稣无兴趣，对主耶稣的明白疼痛无够样，那呢？耶稣有国活无国活，对你来讲根本就无重要。因为就是你看到这个国活的主耶稣。你也无虾米感觉，因为你的性命永远无改变。兄弟姊妹，共款看到天使出现的基业，固守坟墓遮的兵甲妇人人就是无共款。请问，你是要永远活伫这个惊吓的中间呢，也是要对惊吓的中间来进入这个喜乐呢？对惊吓到底喜乐咧，咱伫遮看伊天使讲三件事，上大声，天使叫因毋免惊，因为人无法度掌管一切，等于全能的主上帝会当，伊掌管一切，只要相信，只要交托，上帝必定有水阁好的安排。天使伫遮讲。我知影恁咧敲找什么，乃是咧敲找迄位定是个耶稣，已经无伫即个所在，
照伊所讲的，已经国活了，兄弟姊妹。生命中哪有真侪代志，毋是咱会当掌握掌控的，所以你必须学晓交托，因为伫人所袂当的，伫上帝凡事拢会。所以咱无需要为着这无法度掌控的明仔载，伫遐过头过分的忧伤、担心、忧愁。咱爱相信，慈悲疼痛的天父，伊必定会成就伊水果好的旨意，来成就这一切。你会当有这种的相信、这种的信心，我相信你就袂有够惊吓，你就会当对惊吓充满了喜乐。基础咧，天使甲因讲，耶稣已经无伫即个坟墓的内面，已经国活。意思是讲，你天使将封条蒙蒙的即个石头割开以前，耶稣已经无伫即个所在，已经照伊所讲的第3日国活。兄弟姊妹，少少的时阵，咱惊这惊吓迄。一粒心好像落伫即个大黑暗的恐吓的中间，陷入即个痛苦的深渊内底，就是因为咱袂记咧主的话，袂记咧上帝的话，会检在摇移主的话，摇移上帝的话，甚至无相信主的话。咱袂记咱家己是一位蒙恩得救的人，袂记家己是上帝真正宝贵的人，袂记咧家己是上帝儿女的身份，咱袂记咧上帝的恩典，地教常常互即个撒旦用迄个白贼欺骗，伫遐来欺骗你，掠做家己真害，真正无路用，无值得被疼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已经被欺骗真久，伫即个国外日子，请你。互你即个受暗坎的心灵，必定搁早一摆爱清醒起来，爱相信，连死亡也无法度伫遐来计断上帝对你的疼，因为已经为着你来国活了，伊会带领你进入平安的喜乐内面。规本的圣经拢记载，上帝对你的疼是永永远远袂去煞的。第3件事，天使叫妇人来看这个坟墓内面安放主耶稣的所在。约翰福音书20章60到70的记载讲，右地部也放伫遐，耶稣包头壳的棍，无甲右地部做一位，是另外伫一所在放的。安尼的即个放的方法。表明迄个死人的迄个右地部，拢无受震动，拢头棍伫遮，即个右地部伫遐身躯包，拢放，就一人身躯包的，叫人大物件悠然放伫遐。这袂被动的是干讲内底已经无人，所以这个布小可落落去，诚侪平平铺伫迄个所在。放伫迄个所在，甲原来共样。显然，耶稣的身躯已经无伫咧，总是迄种用特殊方式包头壳，即个的棍，却无被震动过。伊原按照原先包的方式放伫迄个所在。这一切拢讲明耶稣国外的事实。这个梦是空的。包先师的布已经无耶稣的身躯，因为耶稣已经国活，脱离这个死亡的捆绑。兄弟姊妹，天使和妇人来看安放主耶稣的所在，是要互因来看主耶稣的身躯已经无伫这个所在，毋免搁再伫死人中伫遐来敲找活人，应该做代志。就是爱赶紧去甲伊的学生讲，将主耶稣突破死亡对死国活的这个好消息，甲遐
抑阁伫惊吓死无的人，兄弟姊妹，这也是咱非常重要的使命。今日，咱又要侪人活伫即个死无的恐慌中间，所以咱都要将天国的福音直接甲因讲，报扬互因知，帮助因对你惊吓到伫勇敢，对死无到伫国活，互生命重新找到真正的价值甲意义。妇人紧紧离开梦，也惊也大欢喜，走去报伊的学生。忽然耶稣拄着因讲平安，因进前抱伊的脚拜伊。耶稣就甲因讲：毋免惊，去报我的兄弟，教因去加利利，伫遐要看见我。兄弟姊妹，当主耶稣带着国外的身躯对坟墓行出来时，伊所讲一切话，全部拢证实。伊所做过的每一件代志，也产生重要意义。伊的教导，伊的信仰，伊3年外的传道，世间人证明上帝真正是疼。当这个忠心佮顺服的姊妹，领受这个天煞的交代，走去要报好消息给学生的时，国外的主耶稣亲自因伫遐来显现，亲自对因来讲话，亲自伫遐来祝福因，也亲自互因使命，这互因的喜乐充满佮充满。当咱伫遮亲身见到国外的主耶稣基督的时，咱就知影咱的使命是啥物，咱应该做啥物。亲爱的姊妹，什么人会当得到主的安慰？将亲自主耶稣对你的安慰咧，对真正听伊、喜爱伊的命令，并且乐意遵守的人，这款的人必定有主甲伊三角地带。亲爱的姊妹，伫这个国外节会早起时，听主的这个妇人人，伊起码只有见证主耶稣已经国外的喜乐，所以因对伫这个惊吓，到伫勇敢，好亲像主耶稣一样，性命也对死无行到国外，迄种的喜乐是极大的。伫遐个互天晒行甲袅袅出来的，这个固守的兵。伊若共款看到耶稣的身世无看见的事实，所以这个空梦真做因失职的明证。咱知影严重的失职，伫当时是爱处死刑的，因此伊毋敢转去官府去报案，因只敢当入城去见这尸头，将伊所经历的代志拢伫遐讲出来。结果咧，这尸头甲金阿叔伫遐三角参详，不但无承认，毋相信耶稣已经对死国外，反正摕做的囡仔伫遐来，互这个固守的兵丁，因去讲阮伫困的时，伊也先迷失来偷去这种的谣言，而且照着证明因所担心的代志果然实现。也保证看守的兵丁无代志，所以圣经底下记载，兵丁收了钱就一切照办，或这个话就传说伫犹太人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已经国王，已经拍开这个死亡的坟墓，带出永远活的道路。请问，你也已经对家到遐了吗？你已经从这里到那里了吗？你已经对家到遐了吗？还是犹原活伫这个恐慌、惊吓、无五忙的中间呢？所以咱就要直接来求主帮助咱，唔通搁再犹豫，都要因为信上帝，相信上帝对咱的疼，勇敢的行出去，互咱当对避战到底尊贵。
对谣言教着坚信，带着国外主所想出新的画面，勇敢的着上帝所要互你这个丰盛富有美好的人生，伫遐来跑走，来领受上帝最大的祝福。所以咱要知影对遮到遐，这是咱今日非常重要的一段经节。愿上帝，咱互咱常常伫这圣经的顶面来反省，咱甲主耶稣的关系，咱甲上帝的关系，来领受伊最大的祝福。特别这国外的主的生命中，要再有存留伫咱的生命中，互咱突破咱所面对，咱今日所面对的今日的社会世界，咱三当心来祈祷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过来一摆，透过国外的主，阮知死亡已经无法度伫遮来困扰阮、捆绑阮，因为阮已经是一个活活的见证者，也因为主国外，阮的生命对你忧伤痛苦，伫遐转变成做喜乐甲毋望，因为当我靠主耶稣的救恩，对有信心。我当每一日过着得胜的生活。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恳求你会当帮助阮，明白你的话，享我伫你的真理中间，行踏伫你的真理中，来享受了你真正要享受阮丰盛个富有，因这是你所应允阮的。当然，只是搁再一摆对你的话相较深，阮会当互阮不但会当自省、反省阮家己，也会当搁再一摆。努力来追求甲你中间的关系，亲密会领受你的话语，甲你国外的快乐。过来一摆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感谢牧师对咱带来遮尔美好的信息对遮到遐所以照你讲，咱今仔应该真欢喜啦惊咱大家欢喜袂起来所以较等结束的时阵，你后壁要送人咱可能遮尔久的时间，毋捌看听到人会遐欢喜好，来，咱即时来回应上帝的话，信息106首，我打实在。免过伤悲咱请兄弟起立。我那实在免过伤悲，通欢喜，通欢喜，因为我主对是过去，通欢喜。
请坐，请坐。啊，这是请伫酒的执事来侍奉奉献。请坐，请起立。咱来吟第40。咱来做伙做奉献的祈祷。哈利路亚！我的主已经过啊，愿知主你对世人中过啊，互阮有永生的愿望。你所赏赐阮的恩惠满满，互阮赏赐阮的平安，是天的平安，毋是地上的平安。阮担将淡薄金钱行礼做教会圣工的路用。恳求天父感纳，互阮的圣工会当遵照你的旨意，互阮的圣工会当顺顺你。安尼感恩恳求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，请坐。咱续来是要进行圣礼典，咱时间交曾牧师。咱三个来吟7首307首。小组小会，小组一定，大咱一齐来想念伊，拼命叫主替咱休息，到伊个咱，叫主保体为咱拍板，这拼做样努力来看。摇起来心，听主那大到伊过来，叫主听叹阮定给我，老一保会生着咱做，葡萄安家表明袂会到伊过来，想袂欣蜜主谢圣灵。流传到下个在人生，代代一宿笑脸无退，到伊过来。彼时听见扫甲大动，五更昏蒙一坐叮当，天使大声叫一情人，主就过来。扛这恩望有大福气，小组生产心免失志，坚信天后全心合意，到伊过来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伊教会的陪餐者，三个来守主的圣餐。请兄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依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
恁囡仔着活动的，着就讲我要互恁安息。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讲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就讲我的人，我决断无去杀伊。枵喙焦嫌无义人福气，因为因要得着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面有摕饼祝谢来对伊讲。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食了也咧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圣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着今日来纪念我。伊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死直到伊过来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形象，为了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，阮谦卑恳求你，找圣事来献给阮，也献在这白日伫你面前所烧做饼甲葡萄汁，阮接受这个对受恩，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你恩典的帮助，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回应，会当心中伫你恩典中通印光你的性命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这个是拍，你着听你来记录我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拍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圣约，是我的血设立的。你若啉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我。来拍杯。
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就甲你做死，就交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就来平安，甲你三甲平静，咱三甲心来感谢基督。阮全心感谢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基地，阮的上帝。因阮对你个大的疼爱，阮来领受你所设立的圣餐，诚侪培养阮灵魂真的吃味，无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阮真正信仰奥秘成过一体，会受祝福、忠心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保庇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让阮过来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事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再用慈悲帮助阮，阮会当继续这个圣的交通，对答以后通来验证你。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起来献上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对阮的疼，感谢你这个国外恩典临到阮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，阮感谢你。但是阮的教会也只来举行这个圣餐，领受你设立的圣餐的意义，搁来一摆帮助阮，无论阮心灵拢得到康健，透过圣餐，更加甲上帝你有直接搁较亲密的关系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看你拯救的手。跟伫阮众兄姊妹的中间，祝的手也临到伫阮每一位的身上。但是阮奉献阮的金钱，诚侪圣工的路用，无论伫阮既然救助，无论阮教会的宣教，无论阮伫遮所行做，都会当为着你的名高举见证，引带更较侪人归向你。祝阮奉献阮的金钱，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今摆要来颁发奖学金哈，囡仔拄仔咧，咱对大学生开始啦哈，咱对研究所来大专研究所哈，庄雅英、赖俊杰、赵怡珍，请到前面来。赖俊杰嘞？来，那个妈妈出来帮他领好不好？不好。后来，来，咱请迄个来志成长老来。来，口罩拿下来，看前面了哈，来。好哈，赵怡珍是幼慈哈执事的千金哈，那庄雅英是林杰美牧师甲我啊李查某囝啊，好，谢谢你们，继续加油。来，高中李承恩，李承恩呢？李承恩不想领了吗？
国中8子嘞。这些人都不想领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来国小苏子腾、赖瑞哲高年级哈，巴以诺，来3位。苏子腾、赖瑞哲、巴以诺，有没有人？哦，好，大家都不想领了哈。哦，有了，来了，好，李承恩来了哈，来，李承恩家来，沈龙丢了，来，来看前面哦哈，口罩拿下来。哦，来介绍一下哦，李承恩是李重成长老哈，已经大公主哈，对正常这岁阮这孙啊哈，咱恭喜伊哈，继续加油哈啊！来，苏子腾、赖瑞哲跟巴以诺到前面来。哦，不是你啊，你是赖瑞哲，对，赖瑞哲啊，我看你没有练到吗？我没有练到吗？好，来，赖瑞哲现在高年级只有1位哈，咱请一个众圣啊，啊，秘里后边看无来，众圣长老来啊，颁发一个哈。来，中间一点哦，来看前面哦，嘿。啊，来，要介绍一下哈，爸爸妈妈伫倒位哈，来亚德啊，个一个老师伫啊哈，赖老师哈，来恭喜哦，加油哈，好来，中年级只有一个赖瑞仪哈，来瑞仪，迄个。那你丢巴掌啦，来，颁发一下来。啊，赖瑞仪来看前面，把口罩拿下来哈。对哈，来。好，恭喜哈！瑞哲的弟弟啦哈，那亚德哈老师的恭祝哈，恭喜他！好，谢谢你，请坐。今麦来低年级哈，苏子龙、陈以安、李敏恩、巴汉恩4个人哈，来，请出来。咱请思明长老伫咧无？来，思明长老哈。来，口罩拿下来，我们要照个相哈。来，大家加油哦哈。好，来看前面。这一张，好，我介绍一下，来，苏子龙啊，苏子龙是事先一个燕玲老店哈，好。陈以安是一个伯良圣坚的女儿儿子，儿子啊哈。李敏恩是众圣长老甲遗经的上细汉查某囝哈。巴恩恩是慧文众贤执事啊，底下哈公主哈。好，恭喜他们。
鞠躬，敬礼，敬礼，敬礼啊！谢谢，好，请坐。下来要大家做就部的报告。啊，毋知今仔敢有新来的来宾？无啦吼。好，咱首先来读今日的金句吼，伫咱的投影片，咱三个来读，请。也着紧紧去甲伊的学生讲，伊对世人中国话也要大声恁去教你哩。伫遐恁要看见伊，我已经甲恁讲啦。马太福音28章第7节，好，这是咱先开周报。我来简单报告。头一项请咱兄弟会当尽量提早来教会吼，咱三个来参加礼拜前的祈祷。伫礼拜中间咱专心来敬拜上帝。咱莫用手机真欢喜，今仔日是主耶稣国我的日子，伊对死里国我互咱带来即个永生的愿望，也愿国我的主将伊完全的平安喜乐、丰丰富富赏赐咱。咱头拄嘛进行今年第2遍的即个联合的即个圣餐礼拜，以及颁发即个奖学金愿望遮个小朋友遮个青年会当继续来努力。财务组这边报告就是，请各团契甲教会伫4月23，从1到3月的校本交予即个查校委员怡君姐甲新怡姐。好，来看第3项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68届总会通常年会伫4月18到20，伫艋舺凯达饭店举行。咱教会2位牧师甲我本人我会参加，也请大家带到。来，咱看第7项，中会传道部伫5月13拜5上午9点到12点10分，伫大长条教会要举办初阶的即个中职训练，请中职同工会当拨时间，报名的时间是到4月30。即礼拜咱的圣经填充题是马太福音28章，约书亚记第1到第6章。好，来。寿星，咱即礼拜的寿星有常慧杰、明龙兄、巴长老还有于婷巴长老，来，咱唱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，祝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巴长老来教会一定很开心的，因为伊有足侪孙拢叫阿公足欢喜的好，来，咱刷落去这个奉献的精神，咱家己看，万一若出入才按会计出来来登记。来，苏子腾，请到前面来，来报一个来站中间。来，口罩拿下来，看前面来，苏子腾是燕宁甲事先的迄个儿子，大儿子、大公主跟大家谢谢，好，请坐，好，这是咱请牧师带咱做这个公道的时间。好，咱这是起立，为了咱所关心、咱所需要、咱带导的对象，也是咱教会需要，咱直接开声开出来祈祷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三个主就主，阮在你听阮，也敬选阮。阮诚侪你的囝儿、你的查某囝，阮不但敬拜，阮还服侍。阮遮拿出阮祈祷的手，对你直接来求讨。特别阮这是为着即摆伫泰国的贞洁，伊伫遐带团，做可以祝福伊
平安去，平安回来，也将泰国这个所在的美满，免啊介绍这个客户，互因得到欢喜，继续伊的人生，过着伊本身的需要，主教的手放伫伊的身上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即时也特别为着阮兄弟姊妹中间身躯病痛艰苦，也是伫工作各方面拄着恶伫担当的思维。主，看你从你的圣手扶持帮咱坚固，互因来看见即个国活的主的国活，伫咧生命中也要得到国活。伊只有上帝你的圣手、耶和华律法、医治的主的手放伫因的身上，因就那么得到大大的欢喜。无论身躯，无论工作，无论一切，拢要伫上帝你的百美中祝福中来领受你大大的恩典。主，看你特别使人民帮咱经过充满伫遮的阮所需要兄弟姊妹身上。出国当兵，遮兄弟姊妹也看过因出入来往得到平安，无论伫国外的生活，还伫军中的生活，拢得到你的看顾、顾守甲帮赞。阮教会需要，阮遮献上阮对你的求祷，可以真正为着陪伴阮教会正兄姊妹当敬拜训练，为着你的名来鼓舞甲宣扬的所在，主可以特别为着阮陪伴。阮本身需要，也是阮伫遮对你求祷的，主可以特别伫基督中听阮的祈祷，无论阮带倒的对象，也是阮家庭的需要。凡係阮伫遮所求禱的，攏會當透過上帝你的面前，得到你聽受的歡喜，互阮來領受你較大的平安甲福氣，特別豐盛的富有，放伫阮每一人的中間，領受上帝你大大的恩典祝福，特別係即個國活的主日，阮領受你遮爾大的疼，遮爾大的恩典，主阮伫遮獻上阮對你的感恩甲感謝。咱即時也恳求你安慰手，放伫秀麗姐的身上，因為伊的時段佇遐來過往，做可以幫咱看過的手，安慰、堅固伊的心，甲伊本身所需要的。阮將阮兄弟姊妹，伊阮本身的需要，完全恭敬擺咧伫你面前，阮咧求禱，攏是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門。兄弟，請暫時先坐落去哈。哎，咱个要补，要补奖金。来，众生来，来。来，巴子雷跟巴以诺，好来。来看前面来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哎，对对对。好，来介绍一下哈，哎，等一下，哎。左边是巴子雷哈，现在国中2年级哈，伊是迄个啊，甲这个巴以诺哈，6年级的吗？啊，是啊，伊是迄个5年级啊，巴宪强哈，执事的公主甲查某囝哈，啊甲心仪哈，后壁咧笑迄个哈，女儿跟儿子哈，咱伫遮恭喜，期待他们更努力哈。好，谢谢你们，鞠个躬。好，请回座。咱甲咱聚会煞哈，听这咱哩后壁每一人当炸一粒即个国外人哦爱记的体哦哈。好，咱麻烦大家起立，咱来吟上吟的诗396首，搭配散会求主赐福。咱吟诗煞，请牧师祝祷。主传路，天根冠冕为主性命，从我心只免惊吓，真理传播百倍修行，世界为主最坚强，最主坚强，最主坚强，无论多去最坚定。教会分享对阮做起，所
所修灵恩那家庭，我的信心求主帮赞，那苦那在稳无限，稳定无限，稳定无限，有等充满通世间。哈利路亚！各位主，阮感谢你，透过阮今仔日这个敬拜，甲圣餐，搁一摆激励阮，伫生命中要怎样，搁再一摆亲近你，领受你大大福分，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常享受圣神的帮助，对这粒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坐。今仔礼拜到这啊，密道闭会。